歡迎嚟到冰島之旅嘅第7日。今日上午嘅行程，我哋由阿克雷里出發。首先，我哋會去到Húsavík睇鯨魚，之後我哋下午會去阿克雷里嘅一個牧場騎冰島馬。今晚嘅住宿都係阿克雷里。第8日，我哋早上先係市中心嘅步行街行下，之後開始今日300多公里嘅大長征，經 Bryndals 呢個中途站翻山越嶺，去到冰島西部嘅 Stykkishólmur， 仲會去埋冒險王嘅靴子酒吧同埋紅色燈塔。今晚會住一間湖邊好靚嘅屋仔。唔講咁多，我哋即刻出發啦！我哋嚟一個叫 Húsavík 嘅小鎮阿克雷里，過嚟車程大約1小時。呢度係一個出名觀鯨魚嘅地方。呢度海灣生活嘅鯨魚約24種，其中最常見嘅係小鬚鯨。今次我哋觀鯨團嘅連結會放喺下面資訊欄，介紹反過預約方法。先喺佢哋網頁預約，之後你會見到有2款嘅船，按咗之後就選埋時間，俾埋錢就 OK 啦。上船之前，導遊都同我哋簡單講解下今次我哋出去嘅行程。我哋要喺上船之前着好晒全套嘅裝備，包括有防水嘅保暖衣，仲有救生衣。之後我哋就上咗木船，大約10多分鐘。記船程，我哋去咗對出嘅海灣度尋找鯨魚嘅足跡。喺呢度曾經有記錄過呢片海灣生活，最常見嘅有小鬚鯨、鼠海豚、白吻斑紋海豚和座頭鯨4種。有時候世界最大嘅生物藍鯨都會喺呢個海灣出沒，當然都要睇下大家當日嘅運氣啦。由於鯨魚出沒頻繁，早年當地漁民開始帶遊客出海觀鯨，長期下來形成熟嘅觀鯨產業。夏季出海時，據說睇到鯨魚的機率可以高達90%以上，亦都令 Húsavík 漸漸成為到冰島一定想限到觀鯨就要來這裡嘅代名詞。冰島夏季5至9月列為 Húsavík 觀鯨嘅最佳時期，特別是6至8月，通常氣溫較舒適，日照長，出海成功率高，又比較有機會同時看到鯨魚和 puffin 同海鷹。除咗睇鯨魚，今日第2個主角海豚都出場啦，睇下佢哋跳下幾活躍。海豚悠悠在海面上互相追逐，跳上水面時比起鯨魚會清楚好多。睇完之後，我哋就回程返到碼頭。小鎮上除咗觀鯨團，仲有鯨魚博物館、教堂等景點。大家睇完觀鯨團就可以順便參觀一下。由於小朋友入場係唔收門票，我哋就派咗特約小記者入咗去鯨魚博物館參觀，幫我哋喺入面影下相記錄一下。離開咗 Húsavík 之後，我哋就沿路返去 Akureyri， 下午就會去一個叫 AK Hestafirði 嘅牧場騎冰島馬仔。係啦，要提下，如果沿1號公路係會經過一條收費隧道，呢條隧道係要大家自己上網繳費。係夏天建議大家可以行旁邊嘅84號國道，就可以慳返啲隧道錢。喺隧道嘅網頁上面，我哋喺呢度填咗個車牌號碼，之後用信用卡俾錢。呢度睇返唔同嘅車輛類型費用，私家車會每次收2216冰島幣，大約140蚊港幣一次。過咗隧道就要盡快交錢，唔係就會有額外嘅罰款啦。之後帶大家睇下騎馬團嘅預約方法，喺呢度按咗 book 之後會見到呢個界面，選好大人同小童嘅價錢同埋人數。每日會有3團出發，我哋就選咗下午3點果團。2個小時嘅騎馬團，每人12000蚊冰島幣。連結資訊會放喺下面資訊欄。Reflect a bit 'cause I'm just having a good day.
嚟到第8日嘅阿克雷里，今早天氣灰蒙蒙，我哋先去返旁邊嘅阿克雷里大教堂。今日可以入教堂入面望下啦。之後我哋沿住教堂嘅長樓梯，可以行返落市中心步行街行下。呢一條街入面有好多位置都可以影相，特別係 Dimoli Mural 係呢個特色位，仲有佢旁邊呢2間賣肉卷同埋法式薄餅嘅小食店，嚟到記得要幫襯下啦。今日我哋由北部嘅阿克雷利揸車直接穿越去到西部嘅小鎮 Staykish Shoma， 全程約350公里，係全個行程入面單日揸車最長嘅行程。中途經過一個農場停咗車，影下成個山都係嘅小綿羊。之前都係見馬同牛比較多，嚟到呢度就一次過見到咁多綿羊仔啦。布倫迪歐斯係呢條路重要嘅中途站，大部分嘅人都會喺呢度補給同入油。我哋都喺呢度食下嘢，休息一下。一般大型嘅油站都會附設一啲飲食同休息設施，我哋就自己準備咗啲麵包入去，叮反熱佢嚟食。始終出面食嘢都真係太貴，食飽繼續行程。喺一啲橋梁見到呢埋牌係冰島，特別要留意。見到佢就要減慢車速，使用嘅優先次序係先到者先行，另一方嘅要等對方通過後先行得。呢段路中途冇咩油站，嚟到 Staykish Shoma 顯示剛好冇晒油，勉強捱到去油站。呢個小朋友都幫手入下油，今日真係入油都入咗2次，終於嚟到冰島嘅西部啦。之後我哋去咗附近嘅靴子酒吧。之前電影就係講主角喺呢度上直升機去格陵蘭嘅船度，但而家酒吧位置已經停咗業啦。之後我哋去到 Sugandai Island， 呢座半島上面有座紅色燈塔，可以睇到成個小鎮全景。我哋就一齊喺燈塔度睇下 Staykish Shoma 全景啦。我哋今晚嘅住宿位於 Staykish Shoma 小鎮10多分鐘車程嘅一間湖邊小屋，沿住呢條路先經過教堂，再沿山路就會抵達湖邊嘅小屋。雖然今晚住宿係成個 trip 比較貴嘅一間，但個環境值得嚟到住返一晚，就係眼前呢幾間啦。我哋就住旁邊比較大嗰間，泊好車之後，我哋嚟個 room tour 先。一落車就見到隻狗狗歡迎我哋啦！呢隻狗好乖，好黐住人，好似同我哋打招呼一樣。佢一直就趴低喺我哋個門口出邊，好似守護住我哋咁樣。之後我哋入屋睇下啦，一入嚟就見到個大廳有張台同埋個開放式廚房。之後旁邊就有間雙人床記房，再嚟就係浴室。之後我哋望返出去就見到狗狗同架車。第9日行程，我哋會玩斯內山半島，我哋會去草帽山、石粗火山口、怪物海岸，仲有，原來以前視力檢查紅色小屋係真實存在㗎。大家下集繼續收睇啦，拜拜。